过年前这么冷哦，你看呢、小过年清晨9度了哦，不到10度。难道除夕清晨9度了，不到10度？大年初一早上12度，初二13度。要变很冷之前有地震呢，台南地区有地震呢，很吓人了。在更早1月21号凌晨12点，好像17分就发生瑞士6.1级呢，大地震呢，那是嘉义中埔大埔啦，大松下的大，嘉义大埔乡靠近那个南溪结果南溪有民房倒塌了，然后有那个悬空法师佛像有倒地破碎了。你看装置艺术品也有倒地破碎，悬空法师玄妙玄空中的空，悬空妙事，悬空法师